咁今日咧重點同大家去講關於早排東張西望就有兩段踢爆嘅影片，就踢爆香港有走私嘅問題，有少少含沙射影啦，好似有意無意影射咗走私郎，咁啊引嚟咗好多人嘅爭議，咁網上面都好多人去討論啦。咁簡單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少少嘅睇法啦。咁好啦，最近我諗大家都有去睇過呢一單嘅新聞啦，咁就係早排啊 TVB 咧，咁就喺東張西望有一個嘅節目一播出咧，就疑似係有一班嘅水貨客啦，就喺中國大陸嗰度偷運啲海鮮魚生嚟到香港，咁而且喺個節目裏邊咧，亦都有意無意暗示係供應俾一間大型嘅連鎖壽司店，咁因為多重嘅因素底下啦，咁啊令到好多嘅網民隨之質疑，究竟你所講嘅大型連鎖壽司店係咪壽司郎呢？即係雖然佢冇開名啫，但係佢種種嘅畫面講法，尤其是嗰啲受訪嘅人嘅説法，咁就令到人哋認為係壽司郎。咁當其時咧，我上網睇到有好多人都走去壽司郎嘅嗰個 Facebook 嗰度去出征佢嘅，咁都好誇張啦。咁喺壽司郎佢最新嘅嗰啲 post，咁下邊嗰啲留言咧都係充斥住一啲質疑嘅聲音啊，要佢交代究竟係咪去入嗰啲走私貨啊，然之後賣俾香港人啦。但有啲人就話：哎呀，你係咪要切腹啊？聽日去食應該唔使排隊，呢個應該係反串嘅呢個。好講清楚啦，個個都當係你哋，一係就認，一係就出律師信，係走私郎去深圳嗰間壽司郎食應該新鮮過香港好多。總之大概就係好多嘅網民出征佢，咁件事就開始越搞越大啦。咁去到之後呢，壽司郎就正式出咗一篇嘅澄清，有關東張西望失實報導之聲明。咁裏邊就講到話，最近11月3號嘅時候，咁東張西望有一個嘅節目呢，咁啊針對水貨客利用香港壽司郎嘅廢棄發泡膠箱，咁進行非法嘅魚生走私呢一件事啊，咁佢就去批評呢一件事係不實嘅，係單方面嘅資訊啦，係啦，咁而且亦都簡單去做一個嘅澄清。第一就係佢哋公司所有嘅食材都會透過指定專業嘅物流公司去運送，咁而且當其時佢所影到嘅嗰啲水貨客呢，就唔係佢公司嘅人，同埋第二啦，就係未經同意底下偷咗壽司郎嘅嗰啲箱去作其他用途。第三啦，就係佢嘅相關產品啊，嗰啲刺身啊，嗰啲魚生嗰啲呢，其實已經係完成咗所有清關嘅手續同埋檢驗㗎啦，就唔存在走私嘅問題啦。咁同埋最後啦，就係佢哋有再一次去提醒嗰啲員工要小心去處理嗰一啲發泡膠箱，唔好亂咁抌，唔好俾人哋亂咁執到，然之後做一啲違法嘅事，大概就係有呢幾點嘅。咁我見到都有唔少嘅網民一面倒就支持佢啊，即係大家都明白多咗呢一件事係點樣啊，啲就話澄清又話此地無銀，唔澄清又話人哋扮死魚，香港人真係好難服侍。正常人諗法就係壽司郎咁大嘅客量，絕對冇可能透過水貨嗰幾箱嘢去賣俾大家。咁呢個都合理嘅，呢個即係你問我究竟係咪真係需要去走私買嗰幾箱，仲要係用螞蟻搬家嘅方式叫啲阿婆阿伯去送貨啦？大集團就比較難去出現咯。大集團你通常攞貨你都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議價能力啦，二嚟就係可能自家公司背後有條流水線噶嘛，咁就唔需要話用呢一種嘅方式嚟到壓低成本，因為你大集團你攞貨就係平，咁既然平啦，咁你何需要多呢一個嘅步驟去鋌而走險去用走私貨呢？即係其實呢一個係完全 make sense 嘅，套落大集團身上嘅話，但你話係嗰啲小型企業黑店咁樣，咁一定有可能啦呢個，咁佢哋攞貨一定係貴好多噶，同埋當中又要涉及到啲物流運輸各種嘅成本，咁佢哋係要揾方法慳錢㗎啦，咁其中一個嘅方法咪就係用一啲走私貨咯，咁咪幫佢哋慳咗一嚿錢咯。咁嗱，咁成件事有咩 sense 好多啦？你覺得大集團會咁樣做咧？本身你覺得呢一樣嘢都好似有啲問題，你問我啊？咁當然我唔可以完全否認你嘅，始終都好多嘅因素噶嘛，好多嘅可能噶嘛。呢個世界上面會唔會係員工落格啊？可能同下邊嘅嗰啲人打通咗啲關係啊？咁可能上層嘅嗰啲管理層唔知道啊，但我就覺得唔需要放大一啲咁極端嘅情況咯。咁我都見到有唔少香港人就即係覺得留言都 OK 啦。咁總之依家就將個矛頭指向 TVB。就批評 TVB 佢依家涉嫌誤導呢一件事，有意無意含沙射影咁樣話壽司郎嗰個食品安全唔合格。睇翻呢一件事嘅時候呢，咁我睇到相關嘅報導 ，TVB 嘅東張西望節目主持人透露喺9月15號嘅時候呢，已經收到壽司店嘅正式回覆，咁已經同佢解釋咗一個廢棄發泡膠箱係俾人非法使用。咁但係首先你要知道佢哋9月中，即係其實佢哋可能做完呢一條片之後係有問過相關嘅壽司店啦。咁我理解為真係壽司郎啦，咁佢哋問咗
咗嘅，有溝通過嘅。但係點解去到11月你唔 cut 走呢一條片，唔將裏邊某一啲能夠影射到壽司郎嘅畫面 blur 咗佢呢？我理解唔到呢一點，你不如解釋下俾我真係完全諗唔到點解你要咁樣做，為咗流量刻意去詆毀人哋啊咁樣。咁所以在情在理，其實你 TVB 真係唔睇幫嘅，今次係。咁所以你呢個絕對誤導啊！呢個誤導啲網民以為係壽司郎。我見到啲網民啲留言都好有趣，咁有啲網民就話：你信東張定係壽司郎？其實東張冇開名嚇，壽司郎自己對合作。但講真，點解呢件事壽司郎要搞到走出嚟去發表聲明呢？人哋依家係不斷俾人出征啊，佢唔講佢點樣啊？咁呢個係詆毀緊佢公司嘅聲譽嘅喎，人哋打開門做生意，品牌好重要噶嘛。再加上依家網絡輿論一發酵嘅時候，咁係咪你負責啊？到時你咪又係走出嚟笑鳩人，還點咩公關災難？咁所以人哋見到有咁多香港嘅網民對於一件事有質疑，咁佢係咪有必要走出嚟發個聲明呢？即係你唔好話咩 TVB 咩冇開名 ，exactly 冇開名係一回事，但佢依家係咪誤導咗啲網民，以為係一間壽司店，然後呢一班網民又真係出征佢啊？呢個係重點啊！咁的而且確係咁樣發生啊嘛，人哋咪出聲明咯。有時睇到有一班香港網民好弱智嗰啲留言都，其實一啲留言啊，就只係單憑東張西望呢一段片嚟到去判斷啫嘛。所以我自己覺得憑咩就睇到東張西望呢一段片就咁相信佢哋裏邊嘅內容呢？然之後仲要係認為佢所講嘅大型連鎖壽司店就係壽司郎呢？仲要係走過嚟留言去鬧壽司郎呢？即係成個嘅過程都係百思不得其解嘅。除咗弱智，我真係諗唔到有邊兩隻字係更適合形容你哋。即係呢件事係睇到好多一啲問題嘅，諗唔到佢哋個 haters 嘅來源係點樣嚟嘅喎。即係如果你話單純係嗰種民族主義一啲留言嗰啲咧，講唔到啊！即係一種人咧，佢去到其他地方都係咁。即係譬如呢啲外國嘢嘅時候咧，咁好自然佢就會好民族主義。即係見到一啲日本嘢嘅時候，佢係好難理解一啲人嗰個行為喎，真係。跟住仲有啲咧，即係有時喺網上面見得多都係，一見到日本嘢出事咧，跟住就總有一班人走出嚟。你睇下啦，日本咪又係有事，哎呀，日本有事咯，日本有事咯，日本咪就係中國啫，哎呀！死慘啦，遲啲我分仲夠偷走啊！即係我以前都講過好多次啦，其實所有嘢都係機率問題嚟嘅啫。日本嘢食同中國大陸嘅嘢食去比，咁日本嘢食的而且確相對係比中國大陸嘅嘢食更加安全嘅喎。除咗係我主觀上面，可能係我嘅個人使用啊，更加重要嘅就係佢哋嗰個制度係嚴謹好多噶嘛。日本嘅食物啊，尤其是進口嘅嘢食咧，我攞你哋中國嘅嗰個食品安全做一個比較，人哋嗰個食品安全嘅準則係起碼比你哋中國大陸嘅食品安全係高10倍，你冇聽錯，係10倍。你少過0.1啊，佢都唔俾你入嚟啊！儘管嗰啲係原料啊、材料係中國㗎。Sorry，唔知你有冇聽過一句説話叫做同源不同貨，好似嗰啲汽水咁啫嘛。點解日本嗰啲汽水咁少啲化學元素啊？但係點解你中國全部都係用嗰啲化學劑啊？即係你哋個準則就係，但係中國政府就係當你班人係賤民，理得你死。咁所以日本嘅食品安全咪相對比較高啲咯。即係呢個係一個客觀嘅數據反映出嚟嘅，唔係我主觀去講嘅喎。我理得你信又好，唔信又好。但係如果你唔信嘅話，咁你自己呢一個係盲目嘅對中國嘅崇拜啦，咁係你嘅問題。你講呢啲冇意思噶。以前我都問咗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同一碟嘢，同一個嘅價錢啊，你會揀日本嘢食定係中國國產嘅？你講到尾，最後唔好話睇死你啊！大部分嘅人咪又係揀日本嘢收皮啦，身體誠實咪就係咁解咯。因為你本身打從心底裏，你就係知道日本嘢相對就係比較好，係你自己唔認啫嘛。聽佢哋嗰個字裏行間，即係佢哋表達出嚟嘅意思就係，你日本咪又係食品安全有問題，睇下點解又就係鬧中國呢？中國食品安全有問題都唔係問題嚟啦，你背後嘅嗰個邏輯思維就係咁樣啦。但我想講咧，呢一種行為係一個好自卑嘅行為嚟㗎，因為你係需要去揾日本嘅食品安全問題嚟到去襯托你中國嘅食品安全問題。你變相你話咁俾人聽，其實你本身你都對中國食品問題係冇乜信心可言嘅。你係要揾一啲發達國家或者揾其他國家嘅食品安全問題嚟到去合理化你中國食品安全嘅問題啊！你試下你日本政府，你進口嘅嗰啲魚生有事會點樣啊？人哋有得 track 噶嘛，希望大家唔好成日一見到啲日本嘢就喺度尖叫啊！哎呀，跟攞人哋嗰啲問題不斷放大啦，唉！但而你中國嗰啲，你唔係小問題放大啊，你本身就存在一大堆嘅問題，兩回事嚟㗎，真係。就算分分鐘你講出嚟啊，你
最後處理嘅方法咪你班中國人唔見嘅就唔見，消失嘅就消失，咪不了了之咯。呢一個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制度嘅問題，咁你就真係冇得同人哋比嘅你哋。咁而呢件事咧就簡單講埋啦，我會話依家暫時都未判斷到係咪壽司郎真係完全冇機會咧，咁我就好難100%肯定嘅。但既然依家人哋壽司郎出咗篇聲明澄清，又可能想告 TVB 啦，即係佢可能都有啲證據係證明佢係經過合法嘅途徑去進口，證明佢係清白嘅。咁呢個咪睇下究竟 TVB 讓步啊，定還是係壽司郎讓步咯？咁而呢件事你見到 TVB 其實佢讓步咗㗎啦，佢最新嘅嗰條片其實已經交代翻一件事，同壽司郎道咗歉，係啦，咁佢自己都認衰仔啦，咁我就覺得唔需要再咁講，即係除非你有證據咯，你有證據嘅你咪拎出嚟，跟住就去批評壽司郎啦。但如果你冇嘅，咁啊收皮啦，好唔好？冇咁多嘢講，好唔好？咁而呢件事其實我覺得個重點就係東張西望，佢係揭露咗依家香港係一個好嚴重嘅食品安全漏洞，居然係有一大班中國大陸嘅大媽阿嬸用陸路嘅方式帶一大堆嘅水貨嚟到香港，嚟嘅時候係冇任何嘅檢查，直接嚟到香港羅湖，跟住就搭火車，搭完火車跟住又有一啲又直接走出去俾貨 van 司機去交貨，跟住嗰啲所謂嘅私貨又流通到去香港嘅市場，我覺得一個係重點喎。我理解唔到你要批評壽司郎，咁你有證據你咪講咯。即係反而我話呢件事一個咁大嘅食品安全問題，你唔走去屌政府，你唔走去屌食環，你唔走去屌海關，你反而就係屌壽司郎。我頂你唔順，你唔好咁啊，當我拜下你啊，攀唔當啊！因為我反而比較關心嘅就係咁依家嗰啲私貨點樣啦？應該係流通到香港市場裏邊喎，可能係大家依家食緊嘅喎。即係今時今句翻呢一個嘅節目裏邊咧，係見到嗰啲私貨係流咗去嗰啲街市裏邊，咁啊真係恐怖啦！你諗下依家香港市民走去街市嗰度買餸，分分鐘佢哋買到嗰啲肉啊，哇都係中國大陸偷運過嚟嘅私貨嚟嘅喎，咁仲得了嘅？咁所以呢件事完全睇到幾個問題。咁所以第一啦，就係依家香港係有一班不法嘅商人，可能背後已經係有一個好成熟嘅灰色產業鏈，無論係店鋪咁可能用咗一啲私貨啦，去到後尾有一個嘅黑色產業鏈係喺香港呢一度做緊嘅，不斷喺度運送啲私貨嚟香港啊！咁呢個咪就係個問題所在咯。二嚟就係究竟香港嗰啲海關人員嗰個監管問題係咪出現咗嚴重嘅不足漏洞啊？點解可以容許嗰啲大媽嗰啲阿嬸會不斷運啲私貨過嚟香港而又唔查咧？我會話，因為你香港其實係容許俾你帶一啲你自用嘅份量嘅一啲嘢食啦，當然唔係生肉啦 ，OK。但我會話，依家呢班人係淨一車車咁樣過嚟香港，推手推車過嚟，老鏈咁大箱，你海關居然查都唔查，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咪啲離譜啊？嗰個監管係咪太過寬鬆啊？咁第三啦，就係除咗喺海關嗰方面，香港政府都係有好大嘅責任㗎。係咪依家仲係沿用緊80、90年代嘅嗰啲法例冇 update 到咧？人哋依家明目張膽咁樣揾啲走私貨喺陸路行啊，唔係坐船啊。咁你個法例上面，你會點樣去監管呢一班人咧？又或者進口貨，其實你進口成個流程係點樣嘅？你有冇重新去審視你一個嘅教有制度咧？咁呢個香港政府都需要去反思嘅一個地方嚟㗎嘛，亦都係個問題所在啊嘛。如果你香港政府唔係咁鳩嘅，都唔會有呢一班咁嘅不法分子啊，轉一啲灰色地帶，然之後從陸路運私貨嚟香港啦。應該針對一樣嘢講啊嘛。咁依家喂，你到時你食到啲咩事咁點算啊？咁你香港市民同邊個追究啊？同嗰間店鋪追究，嗰間店鋪就話咁我可以點樣同邊個追究啊？成個重要問題就喺度啦，點樣保障翻香港人嗰個消費者權益？冇，乜都冇講，咁然後個個 spin 到去講咩壽司郎啊，又話佢唔乾淨，又話佢肯定係入咗啲大陸貨，點黐線，你講埋一堆有咩用咧？咁同埋你運送嘅過程中，喂嗰啲海鮮嚟㗎，係需要急凍，唔係話俾你咁樣求其揾個發泡膠咁樣笠住就可以運嚟運去㗎。呢一種嘅海鮮，你溫室底下會滋生細菌㗎嘛？儘管你去到之後你擺翻去雪櫃啦，你令到嗰嚿嘢凍咗，只不過係令到啲細菌冇咁活躍嘅咋，但唔係話消滅細菌啊。當啲細菌滋生咗之後，翻唔到轉頭㗎啦。你一係你用其他消毒方法，你一係直接唔食。你去到後續有啲咩事，你食到人哋入醫院點算啊？完全係追查唔到㗎。即係我就攞日本去做一個例子，即係人哋日本你進口係一個好有嚴格嘅準則㗎嘛，唔係話你交份文件就話哎呀嗱，我呢一啲貨品係嚟自挪威，唔係咁就得㗎啦。Sorry，你會好詳細列明你啲貨嘅產品來源、做
做乜嘢檢測，俾個 test 我係合格嘅，而且佢仲要有一個 tracking code，你要去話俾佢聽，你係坐邊架船，你個船係咩編號，幾時幾多日嚟到日本呢一度。咁 in case 你呢一個嘅貨即係有事嘅時候，人哋係根據呢一個嘅 tracking number 去揾翻你一個嘅船，揾翻你嘅負責人去交代，好完善嘅人哋係。但你香港咧，喂申請海關係咪入關紙啊？喂係啊，喂入關啊，喂 check check OK 冇問題啊，入嚟。你唔好以為我講得好簡單好求其，可能真係咁求其。咁同埋入境，咁你真係冇得同日本比，日本入境啊，見到你嗰個行李大少少 check 到你阿媽都唔得啦，啲人哋係嚴謹到咁樣。咁但係香港咧，係咪呢一方面有好大嘅漏洞咧？係咪需要改善咧？呢個先係即係我比較關心嘅地方咯。就算今次呢件事真係壽司郎有事啦，咁其實你都係離唔開嗰個問題，就係依家係有走私貨嚟到香港。咁你淨係批評間店有 Q 用咩？咁同埋呢件事咧，真係你唔好話衰啲講句啊。如果你唔去解決啦，我會話你往後就只會更加多呢一種嘅情況發生。點解會有咁多呢啲走私貨、走水貨嚟到香港啊？點解主要係嗰啲小型嘅企業為主？大型連鎖企業其實好難會咁做㗎，尤其是一啲大型連鎖企業，我就攞壽司郎做例子啦。你每日咁多客流量，你要咁多貨，唔通點樣啦？喂 ，sorry 啊，唔好意思，你呢台等一等啦，我有個阿婆喺粉嶺嗰度嚟緊嘅。你而家咪玩我啊！佢哋本身一定係有一個供應商啊、來源啊，係能夠穩定俾佢一個足夠嘅貨量，可以提供俾咁多位香港嘅消費者。好難真係要用私貨都冇必要。用得私貨最大可能嘅嗰班咧，都係啲小商戶，而佢哋之所以用私貨係因為貪平、貪方便，免去咗入境嗰個手續、運輸啊，或者當中所需要收取嘅行政費又好點都好，然後偷偷地運入香港。咁去到最後，佢哋咪可以用一個比較平嘅價錢去賣俾香港人啦。嗱，咁問題係嚟啦，會唔會有機會買平啲嗰啲係可能有事咧？呢個你自己諗下。咁但係我會話，你而家你香港係同中國大陸一靠緊咧，拼多多啊，即係嗰一大堆比較低價嘅店鋪啦，即係依家已經喺香港度橫行，甚至乎依家都大搞低價戰。咁長此下去，繼續俾一個嘅模式喺香港發展落去嘅話，咁香港係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噶咯。如果你喺香港想發展、想維生，咁你真係要同一班商家對冚，係要越嚟越低價。咁當我哋陷入咗一個低價嘅漩渦裏邊嘅話咧，咁會唔會變相更加助長呢一啲走水貨、走私貨嘅背後不法人士咧？咁佢哋咪有更多嘅客源咯，因為大家都貪平啊嘛，大家都要鬥低價戰啊嘛，咁到時就未必係淨係得中國嘅嗰班新移民咁樣玩噶咯喎，分分鐘連本地嘅香港人都抵受唔住一啲低價戰嘅影響，所以就要鋌而走險，要用一啲走私貨去維持佢哋店鋪嘅經營。當你咁諗嘅時候，你發現好可怕，即係如果你依家你仲唔一刀切咗佢，你唔杜絕呢一個嘅情況，我夠膽講句，以目前你香港往後嘅發展趨勢，大家仲係喺呢個低價戰漩渦裏邊嘅話，呢一種嘅不法產業一定係會越來越猖狂，因為大家都貪平，一貪平咧，你唔會理咩犯唔犯法嘅，甚至乎過多10年，咁可能大家真係越賺越少錢啦，可能分分鐘香港人隻眼開隻眼閉添，咁到時啊真係雪上加霜，咁呢個就你哋自己去諗下咯。我都唔希望有呢個情況啦，但係我自己睇到係有呢個可能，就想話俾大家聽嘅啫，希望唔好發生啦。唉，如果唔係真係成個香港真係搞臭晒，救命！好地地美食天堂，國際大都會咩搞到走水貨、私貨、食垃圾食物，可憐啊！